另外，伫台中嘛同款，台中市有家长指控讲，教囡仔、互囡仔去读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当然是发现囡仔肩胛头、胸坎拢有乌青，而且这乌青个真大大。去调监视器才发现讲，同款是教保员有荼毒囡仔的行为，家长嘛是拍算要告。 细条的教保员是用倒手直接去逮一个4岁查甫囡仔的下害，不管囡仔安怎利用，伊拢袂放开。监视器的镜头佫翕到，伊不时用手刺囡仔的肩胛头，甚至压制伫涂骹。查甫囡仔的家长出面指控讲，囡仔是读台中南屯一间私立幼稚园的中班，初日下课去甲接发现讲，囡仔的肩胛头、颔棍和胸坎拢有大片乌青。调监视器发现老师疑似荼毒囡仔。他把小孩压在地上，然后掐肩颈，再来就是压小孩在椅子上。 把小孩子往后拉，连椅子带人再往后拉，然后小孩那时候就已经吓到大哭了。然后这几天来，其实我吃什么都胃痛绞了，我没办法就是释怀。家长随甲囡仔带去病院来验伤，诊断认定有精神病和正面颔棍刺伤，而且去警察局来报案。批评园方事后无任何解释，敢若打电话来想要甲规件代志拢烧掉，因决定委任律师来提告。园方违反幼教法、教保条例、儿童权利公约，细条教保员涉犯刑法的伤害罪和儿少权法。学校有违反的有那个幼儿教育及保护法，还有教保服务人员条例。 然后也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，好，那老师的部分有涉及到中华民国刑法的伤害罪，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护法。9月3日接获家长反映，本市南屯某私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疑似于9月2日不当对待幼生，全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，并要求行为人暂时停止静候调查。 教育局正式接到家长的检举，专案已经进入调查定数，而且要求细条行为人是暂时停职。幼儿园的负责人是无愿意接受访问，敢若透过声明讲，教保员确实有不当的行为，已经向家长核实咧，后壁会配合市府的调查，得到无周全的所在会好好反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